大衛一生裏邊咧，我哋尋日提到啊，佢最少有3個嘅嚴重嘅錯誤或者係罪行㗎。咁其中一個咧就記載喺撒母耳記下嘅第6章。咁大衛做咗皇帝之後咧，就好興奮。佢第一件事要處理咧，就係希望能夠將約櫃咧迎接翻去大衛城。係因為約櫃咧係證明咗神與他同在嘅一個嘅好具體嘅象徵物。但係我哋見到咧，個方法咧係錯謬喎。因為見到喺第6章撒母耳記下第6章嘅第3節咧，負責呢一件嘅事工嘅人咧，就叫做烏撒同埋亞希約。咁佢哋趕住咧係用新嘅車，嗱，證明咧大衛真係好容易用之，係呢個約櫃特登製造咗新嘅車去載呢個約櫃咧係翻嚟，又用咗2個人。大衛一生裏邊又害死咗2個姓烏嘅啦。不過講笑啦嚇，因為一個叫烏撒遲啲啦，第2個罪行就嗰個叫烏利亞啦。咁誰不知咧，係當呢個運送嘅途中嘅裏邊咧，約櫃咧差啲要跌落嚟啊！咁烏撒咧就用手擋住。咁原來嗰2架新車咧係用牛咧嚟拉嘅。嗱，醫人嘅智慧咧係大衛做到最盡啦，用最有力嘅動物，用牛，而且用最新嘅全新嘅車去迎接呢個約櫃，好尊重呢個約櫃。誰不知咧就竟然係因為一個意外咧，係令到烏撒死亡噶。我哋試同睇咧整件事情咧，後來大衛咧痛定思痛咧，就唔運約櫃住，暫停咗先。後來佢再尋查下方法嘅時候咧，揾到另一個方法咧，係運約櫃嘅，係必須要用祭司。我哋見到咧喺大衛做皇帝初期仲係年輕嘅時候，雖然咧佢身經百戰啊，但喺屬靈嘅事情上邊咧，佢仲係有好多嘢唔認識嘅。佢即係用自己嘅智慧、自己嘅方法，認為做到最好俾上帝就啱，但係佢並沒有按照神嘅方法去侍奉呢位嘅神。今日我哋唔能夠話我哋用我哋最好嘅侍奉上帝，我哋應該話神啊，你究竟要我用乜嘢方法係符合你嘅方法去侍奉你？年輕嘅一代，當我哋願意好熱心侍奉神嘅時候，往往忽略嘅就係我哋唔好尋查到喺聖經當中嘅記載，神想我哋用咩方法侍奉佢，而我哋往往就係話，我會諗到最好，我會諗到非常之係完美嘅事情嘅方法咧，去侍奉呢個上帝，反而個結果就係觸礁。點解咧？最主要原因，我哋唔係根據神嘅心意，所以我哋必須要熟讀聖經，以至我哋知道呢位上帝究竟喺各樣嘅事情裏邊係顯而易見嘅一啲嘅原則嘅裏邊，係千古不變嘅原則嘅當中，我哋點樣跟隨啲原則去侍奉神，我哋先能夠討神嘅喜悅。